嚟到關前匯同埋草堆街嚟個寵粉系列買手信俾大家。想知點樣得到呢啲手信，就要睇晒成條片啦。Let's go！ 有酥餅啦，有平時成日都會見到嘅牛肉乾啦。你其實我揀我自己中意食嘅就得。哇！呢度有個蛋卷喎，VGG roll 又係黃色，一定係代表我送俾大家 VGG roll。再買。耶！我嚟到下一集消耗點啦，要買一啲手工藝品，好正啊，好啱我啊！藍黃白嘅設計，就今日好襯。心心揀喎，我決定買呢個心心番梘，因為呢個手工梘係佢哋呢個好出名嘅。心心又係代表我對大家嘅愛。耶！哇！我見到一個好適合大家嘅嘢，呢度花紋嘅一本記事簿，大家成日都寫信俾我，我決定買呢個之後送俾你哋，再寫翻信俾我。呢個簿仔隔離咧就見到一啲筆，係一 set 㗎。但我而家決定我買俾自己預備一下，然之後咧再寫翻信俾大家。如果想得到呢3份禮物，就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點解咁想得到，揀選3位，然之後送俾佢哋㗎啦。